哇，这里好多狗啊，大家看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梁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里狗多不多啊？现在看看有没有小狗啊？这里已经看见有一条黑狗了，现在最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乌黑啊。这里狗在这里守住，我都不敢过去。哎，快了！哇，拿棍子才行哦，拿着棍子，太凶了。今天我们是过来看小狗的，想不到这里有这么多大狗。现在这么多狗，如果没有主人在场的情况下，千万不要再往前走。这个是它的邻居，主人还没有出来，所以我暂时不敢过去。稍等一下啊。这种是纯种的中华田园犬啊。现在主人已经来到现场了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些狗都不叫了，也是很乖。啊，这条漂亮，看起来。对，可以搞拿完。我要啊！我要着。喂，攞住個頭。你到大呢個，佢啱啱佢會做嚟中國啊！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，你搞啊？狗公係咪？烏黑小公狗。打又唔黑咯。正所謂人多勢眾，狗多就壯膽。雖然中華田園犬很有靈性，如果有主人在場的情況下，你放肆一下沒關係。如果沒有主人在場的情況下，你去打到了小狗，這種行為是很危險的，所以大家千萬不要這麼做。冇啊！好，這期的視頻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了，我們下期再見了，拜拜。真的假嘅係。真係喎，買狗都黑舌頭的。會呢？